下当台西病毒的酒精，嘛将做民众抢买的物资。第一批由屏东酒厂生产的75度防疫的酒精，昨周末假日明日加工，上紧今仔日就会当铺货送到门市来贩卖。而且透早开始卖这个95度的酒精，受真侪民众排队抢买。不过也是要呼吁咱的乡亲时代，唔通囤货，用了才过来买，尽量分配互大家拢买会到。屏东酒厂也未营业，门外就开始排队，惊武汉肺炎疫情延烧，各项防疫的药品拢要抢，想要买一罐95度的酒精，等于互大家消毒。保持一个大家都要健康，但是我是觉得说，因为现在真的是缺人。也存量不足，厂厂产线嘛加强赶工，生产线所制作的拢是75度防疫酒精，周末假日赶出几啊万罐。这纸肉店面拢有大票啊，先做好包装的准备，上紧车站就会送往全台卖点。那我们预估也是今天大概会生产6000打左右，量生产在旁边那个预备这样。另外，咧排队的还有高雄这间翠庵工厂，现场有100客的移动翠庵，虽然不是医疗用的，不过民众小争抢。比较常外出啦，就是如果到比较密集的公共空间的话，带着会比较好。翠庵甲酒精拢咧抢，为着让尽量会当抢着，各生产厂拢加强管制，共同度过这波疫情。